哦，有袋子哦，干嘛？谁比的？洗过的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这个袋子。慢，这个有袋子啊，那慢就没了。那就哎，慢就。加入了哦，这个嫩哦，这个底下呢？他们妈买的哦，袋子。就要了，这个屋里跑到这里来了，我也跟你们一起吃。老板妈，老板妈不是俺们欺负我的呢。老板妈今天没有骂你。你看我给你们挖翡翠了，这边嘛鸡肝的面了，对，这边乌鸡挺多的，它是黑石角嘛，这倒是挺多的这个色料。去年都是这么大的烟瘪的，对，咱们烟瘪是鸡肝的。他说我很厉害，我说这杀的话就是乌鸡了，他说我很厉害哦。我跟你说了，不好的话就不要买，不然浪费 money 啊，是不是？中产差一点，这个我们再不累。叫要哪个？没要不？阿哥叫要哪个？没要不？那你去看一下那边，走。后面到了呢？别来看了，我去那边看一下，又来找你们。宝贝，找到好料子哦，我靠！他说找了好料子吗？没你，阿妹叫我。法师也会调戏人。要了。啊，他说在网上看到我。这沙倒是可以的啊，一点。刚欠屁股呢。是吧？腌了后的沙倒是的，他没有表现。记得。你什么高了？你们能到他哦？我跟你说，他眼睛不好，让我自己看吧。阿贝高粱都弄变没？哦，高粱还弄变没？然后阿贝才好。阿贝没有。东刀吗？三万。没有表现。那都弄变的，现在人糟糕了。姐姐们，这我们便宜的都是你的。你是来捡便宜的。谁叫？啊，这个够白的。啊，是吧？这个辣口倒是脱落的。辣的叫个，蛮拔的，是吧？设计啊，设计叫不知道吧？哦，有袋子哦。干嘛？谁比的？洗过的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这个袋子。慢。这个有袋子啊，那慢就没了。那就。慢就。加入了哦，这个嫩哦，这个底下呢？他们妈买的哦，袋子。我就看能不能逛穿啊！你看，阿姨他们阿姨也过的嘛。你家嘛怎么？车机妈妈要800，个头又大，我感觉。过来这边呢，它有雾啊。给谁背嘛？我背吧。像我们背不嘞，这边都不知道，这边要洗的。没事，要没了。OK。会看这边没喏？没事呢，懂。也用的哦。要妹妹，哎呀，别用来等个钱嘞。好了。我们朋友，所以卖给我。大米啥嘛？这个不开不。我表妹，咱们就给阿西，一边的来嘞，嘛几把了？啊。懂。这里边喏。我把。2万了，2万。别用的。没啦。我给那当小贝来了。我给那当小贝来了呢。小贝来了，我应该给他背满了。OK 喏，我洗到不把上面洗到不我应该给背满了。OK 喏，少2万。阿姑得了，这个是我的了，可以了，看一下就行了啊。我背来了。奥米巴谁了？这个谁不爱啊？没吧，龙泉嘛的嘛，老没我，没干衣服。我真不爱啊，你们救救我吧。我真不爱呀，老天爷！没救吧？我马上来呀。摘了吗？刚那阿舅阿姨嘛摘了，咱们用摘不，咱们那边。